大家好啊！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點樣改善你嘅睡眠嘅質素同習慣嘅。響一個普通嘅工作嘅早晨咧，如果你啱啱響睡眠夢中嗰度蘇醒咧，陽光又透過個窗就係照射咗嚟，鳥兒咧亦都吱吱咁樣此起彼落，彷彿咧又講你聽要起身啦。咁點可能咧咁樣？隨即你又諗起昨天晚上咧輾轉難眠，睡眠質素極差，熟悉嘅疲倦感咧又一次湧上心頭。好啦，首先咧就歡迎一啲新聽嘅朋友咧，希望大家關注我哋，免費訂閱我哋，多謝你哋，亦都希望你轉播俾其他啲人聽咧。響全世界咧，好多人都同睡眠不足作奮鬥嘅，淨係響美國咧就已經有5000萬至到7000萬人咧受到困擾嘅。放眼響全世界咧，睡眠不足甚至咧又稱為咧一種流行病。一啲簡單嘅心理同埋生理嘅調整咧，或者咧可以幫助睡眠嘅質素。基於咧就係最新嘅科學研究同埋一啲被遺忘嘅歷史智慧咧，整理出一啲睡眠嘅指南。雙睡眠嘅模式咧，人咧如果響半夜咧醒咗，往往咧感到焦慮嘅。畢竟咧，我哋普通認為自己應該一瞓咧就係瞓足8個鐘頭。然而咧呢個觀念咧並非係自古以嚟就有嘅。數千年嚟咧，人類嘅睡眠模式並唔係咧持續8個鐘頭單段咁睡眠嘅，而且分開兩個階段。人咧就會先進行一段短暫嘅第一個睡眠啦，然後咧就醒咗嚟一段時間。呢段時間咧會做啲家務啊，或者係閒聊啊，大家傾下偈啊，甚至偶爾咧都會有發生嘅謀殺嘅案件嘅。經過幾個小時之後咧，人咧先會再次咁樣再瞓覺，直至瞓到天亮嘅。呢一種被稱為咧雙嘅睡眠嘅習慣咧，去到1990年代咧，先由美國呢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歷史嘅教授咧，就重新咁發掘嘅。佢認為咧，了解呢種歷史上嘅睡眠模式咧，能夠幫助人類咧就係重新咁樣了解呢個失眠，而且減少半夜醒嚟嘅焦慮感嘅。隨住咧呢個季節嘅調整睡眠嘅時間咧，隨住春天嘅到嚟，你可能咧發覺自己需要睡眠嘅時間會變少咗嘅。早晨咧起身嘅時間咧就變得輕鬆，因為人類嘅睡眠嘅需求咧就有季節性嘅。研究顯示咧，就響夜即係黑夜寒冬嘅幾個月裏邊咧，人類咧需要嘅睡眠時間咧係長過夏天嘅，因為咧人類嘅季節性睡眠習慣嘅影響。根據德國一份研究咧，響12月咧，人類嘅深層睡眠deep sleep 會快速咁樣就係呢個叫動眼期嘅睡眠時間咧比較6個月咧就更加長嘅。呢個睡眠最靈活嘅睡眠階段咧，呢個時間咧我哋會發夢咧，心率咧就都會增加嘅，而且深層嘅睡眠咧係身體修復呢個肌肉同個組織嘅，鞏固長期嘅記憶嘅關鍵時刻。至於小睡咧，就響好多國家裏邊咧，小睡咧就係一個生活就係日常嘅生活習慣嘅一部分嘅。呢個規律嘅小睡咧，就對健康大有裨益嘅。根據2023年一項報道咧，經常小睡片刻就能夠幫助大腦保持咧較大嘅體積，亦都能夠舒緩大腦嘅老化3年至6年咁樣嘅。大腦嘅體積變細同呢個阿茲海默症同埋血管性失聰症嘅疾病咧就好有相關嘅。此外咧，短暫嘅小睡咧可以即時嘅好處，長時間唔超過15分鐘嘅短睡咧就能夠咧顯著咁提升大腦嘅認知能力，而且效果咧可以持續即係長達3個鐘頭嘅。然而咧，關鍵咧在掌握小睡時間嘅長短。睡眠超過咗20分鐘咧，就會進入呢個深層嘅睡眠嘅啦。而且選擇下晝呢個時間小睡咧，以免咧影響晚上嘅正常嘅瞓覺嘅。睡眠咧係我哋生活之中不可同埋或少嘅一個部分嚟嘅。良好嘅睡眠咧，不僅咧要讓我哋能夠精力充沛咧，而且提升我哋嘅工作效率，增加呢個免疫力，甚至咧會影響我哋嘅情緒同埋心理嘅健康嘅。然而咧，而家呢個現代嘅生活節奏比較快咧，壓力又比較大，好多人咧都面臨睡眠即係失眠呢個問題嘅。我哋應該點樣去改善我哋嘅睡眠質素咧？我哋會從下邊呢幾點咧，同大家提出一個實用嘅建議咧。第一咧就係建立咗規律嘅作息時間。我哋咧就有個生理時鐘，亦都有個叫生物鐘咧，對於睡眠嘅品質有住好重要嘅影響嘅。每日保持堅定嘅睡眠咧，同埋起身嘅時間咧，又會去即使響週末亦都盡量冇打亂呢個節奏，可以咧幫助身體形成固定嘅睡眠規律。咁樣一嚟咧，身體咧就會自然響固定嘅時間，咁咧就得到疲倦，亦都響早晨咧就會自動咁樣醒嚟嘅啦。第二咧就創造一個舒適嘅睡眠環境啊。睡眠嘅環境咧對呢個品質非常之重要嘅。首先咧，確保咧你個臥室就係安靜咧、黑暗同埋咧嗰
個溫度舒適。過量嘅光線或者噪音咧，都會干擾你嘅睡眠嘅。你可以用更多呢個遮光嘅窗簾、耳塞或者係即係白噪聲嘅機嚟呢個改善環境咧。此外咧，選擇一個舒適睡眠嘅床褥同埋枕頭咧，都會可以幫助到你睡眠咧感到更加放鬆嘅。或者我講一個，以前咧我哋唔係即係喺晚上咧就係獨立咁瞓響一張床嘅。咁你或者會覺得咧喺個被窩裏邊咧有啲凍咧，甚至咧有啲孤單。但係咧擁有一張獨立嘅床咧，喺過去咧就唔係一個常態嚟嘅。咁呢個19世紀咧，大部分嘅人都需要同佢嗰個家人咧或者係朋友一齊瞓覺嘅。不論咧係兄弟姊妹咧、夫婦咧，甚至係朋友、同事咧，或者係完全陌生嘅人咧，瞓埋一張床嘅。而喺個寒冷嘅夜晚咧，一個好嘅床伴咧，唔單止可以提供溫暖咧，仲可以陪你聊天或者係傾幾個鐘頭偈嘅。儘管你可能咧要忍受對方早上嘅口氣咧，或者係共同擁有一張充滿跳蚤或者蟲子嘅被窩，而質咧比量咧就更加重要嘅。每個人咧需要瞓覺嘅時間都唔同嘅。通常咧建議咧就每晚7點至9點咧就即係每一日要瞓7至9個鐘。然而咧睡眠嘅質素同埋時間咧同樣重要嘅，甚至更加關鍵嘅。如果翻嚟翻去咧一晚都唔瞓到覺咧，到第二日起身嘅時間咧，可能感到非常之攰嘅。部分嘅原因咧就喺睡眠過程之中咧，大腦咧就會透過腦脊液又清除咧積累嘅廢物同埋毒素嘅。呢一個過程咧就會稱為交淋巴系統。佢每一日咧就同一個時間運作係最好嘅。呢個意味住我哋喺邊個時間瞓覺係最重要。因此咧規律咁樣瞓覺就係相同嘅時間入睡咧，就能夠咧確保睡眠嘅最佳質素嘅。咁而家現代人有張好舒服嘅床褥床鋪咁樣，咁亦都響瞓覺起身嘅時間咧就係一種幸運嚟嘅。咁過去咧每個人嘅睡眠嘅環境咧並不舒適嘅。響中世紀嗰陣時咧，好多人咧瞓喺一個叫做雙式嘅床裏邊，儘管可以保溫咧，但係咧就會導致咧空氣半熱，伸展咧就受到限制嘅。遲一啲時間咧就出現一啲叫做補充嘅床褥，即係用呢個稻草或者係樹葉咁填補就係嗰個簡單嘅床褥。但係咁咧亦都認為嗰啲形成嗰啲跳蚤壁虱同埋臭蟲嘅溫床。而且咧喺維多利亞時期咧冇家可歸，甚至只能選擇一啲棺材床咧同埋係吊繩床。咁因此咧，如果你係喺冬天咧能夠多瞓一陣，或者與伴侶咧或者家人同眠咧，或者偶遇喺半夜醒嚟咧，咁樣你已經係好成功咁樣對響睡眠咧邁進咗一步噶啦。雖然呢個係無法保證你周一早晨咧會輕鬆起床，甚至咧最少呢度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好啦，第3種咧就係叫你避免咧就響瞓覺之前咧就使用電子嘅設備。咁現代嘅人咧就習慣咗響瞓覺之前咧就用手機啦、電腦啦或者睇電視，而且呢啲電子嘅設備咧發出嘅藍光咧會抑制呢個褪黑素激素嘅分泌嘅，咁影響瞓覺。咁建議咧喺睡眠前最少1個鐘頭咧就停止就用呢個電子設備，亦都將呢個手機咧調至夜間嘅模式或者關閉咁樣備用，咁令到大腦咧有時間咧放鬆落嚟。咁亦都喺控制飲食同埋咖啡因嘅攝取啊。瞓覺咧就飲食對於瞓覺咧有好大嘅影響嘅。咁瞓覺之前咧就避免咧攝取過多嘅咖啡因、酒精或者高糖嘅食物，呢啲咧都會影響你入睡嘅睡眠嘅深度嘅。咁就瞓覺之前咧避免咧就食得太飽啦，或者太餓。咁適當咁樣輕食咧，例如譬如食個香蕉牛奶咁樣都可以幫助咗你更加快入睡嘅。咁培養個輕鬆嘅睡前嘅習慣咧都好緊要嘅。咁睡前咧就進行一啲放鬆嘅活動咧，可以幫助你喺忙碌嘅一日之中咧就平靜落嚟。例如就係讀一本輕鬆嘅書咧，聽下音樂咧，浸一個熱水浴或者進行一個簡單嘅冥想同埋深呼吸咁樣嘅習慣，呢啲咧都可以幫助你放鬆嘅身心為咗睡眠咧做好準備嘅。咁至於適度嘅運動咧避免咧睡前咧做一啲劇烈嘅運動。咁規律嘅運動咧就有助於改善睡眠嘅品質嘅，但係要注意運動嘅時間。白天咧進行適度嘅運動咧，可以幫助你喺晚上咧更加容易入睡。但係瞓覺之前2個鐘頭內咧，應該避免咧做啲劇烈嘅運動嘅，因為咁樣會令到個身體咧過度於興奮嘅，反而咧就影響你入睡嘅。咁管理自己嘅壓力同埋焦慮咧，好多人咧瞓覺嘅問題同埋壓力焦慮咧就係有關嘅。如果你經常咧因為工作讀書或者生活之中咧就係煩惱而難以入睡咧，
咁可以嘗試寫下你嗰個擔憂啦，或者係學習之中一啲壓力嘅管理技巧啦。例如咧做冥想瑜伽或者同朋友傾訴將自己嘅心情放鬆落嚟，咁睡眠嘅品質咧就自然會提供㗎啦，非常會有好嘅心情。咁最後咧，如果你都要同時咧要尋求一啲專業嘅幫助，如果你嘗試咗以上各種嘅方法咧，但係入睡嘅時間依然因為困擾到你咧，咁亦都建議尋找專業嘅醫生嘅幫助嘅。咁睡眠嘅障礙咧，可能咧與身體或者心理嘅健康個問題都有關嘅。咁專業嘅診斷咧同埋治療咧可以幫助你找到基本嘅原因，並且對症下藥嘅。咁樣最後咧講一啲少少嘅風險咧，有一啲人咧就講緊個微睡覺，即係微睡覺嘅風險。不過咧呢個並非所有嘅小睡都有益嘅。咁如果維持緊係幾秒嘅微睡覺咧，可能咧帶來咧嚴重嘅危害，甚至當你響揸緊車嘅時間咧，咁有一項喺日本貨車公司嘅研究咧，分析咗52個駕駛員嘅行車記錄儀嘅畫面咧，發現咧有2%嘅駕駛員咧響撞車之前咧都曾經發現咗係有呢個微睡覺嘅跡象嘅。微睡覺通常咧就發生於一啲瞌睡症嘅患者或者長期咧睡眠不足嘅人嘅身上嘅。咁有一項研究顯示咧，連續14日就係每一晚咧就只係瞓6個鐘頭嘅人咧發生呢個微睡症嘅頻率同埋整晚唔瞓覺嘅人咧都係一樣嘅。因此咧，如果經常出現呢個微睡症咧好可能咧就係長期睡眠不足嘅警號。好啦，最後咧亦都係同大家總結一下啦。咁午睡咧其實咧就係對大腦嘅活力咧就非常之充滿嘅加油站嚟嘅，可能咧讓你每一晚咧唔瞓覺到啲5種嘅有5種嘅飲食習慣4個飲食嘅小常識咧都可以幫助咗你一覺瞓到天亮嘅。咁瞓覺咧係我哋嘅健康生活嘅基石嚟嘅。改善咧睡眠嘅品質咧，不僅咧可以讓我哋有更好嘅睡眠狀態咧，甚至咧亦都提升整體嘅生活質量嘅。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咧能夠為咗大家提供一些實用嘅建議咧，幫助大家擁有更好嘅睡眠。記住咧，良好嘅睡眠習慣咧需要時間嘅培養嘅。由今日開始咧，為自己創造一個更加健康嘅睡眠環境吧。好啦，多謝大家，希望大家關注我哋咧就免費咁訂閱我哋頻道，點讚同埋將我哋嗰啲視頻咧就發俾有需要嘅人睇咧。好多謝大家，下次見。